大家好，我係老爸。近排睇咗出韓劇，想同你哋分享下觀後感。放心，我唔係劇評，更加唔會劇透，所以未睇嘅朋友唔使走，可以睇埋先。個劇名叫《惡緣 Karma》，喺 N 字頭平台播放。裏面主線嘅角色都因為自己嘅貪嗔痴而不停種惡緣，做惡業之餘，更加傷害其他無辜嘅人，可謂罪孽深重。當然，佢哋做咁多衰嘢，都唔方會有咩好下場，只係時辰未到啫。造業者作惡多端，自食惡果，理所當然。但係被害者又如何自處呢？佢哋一直生活喺被害傷痛陰霾之下，可以話係苦不堪言。而實際上係，施害者對被害者可能根本毫無感覺，甚至一早就已經忘記咗。佢哋亦都唔會因為被害者嘅感受而有任何悔疚。被害者當然可以傷痛，可以憤怒，因為我哋都係有情緒嘅平常人，亦都需要情緒發洩。但係千祈唔好俾情緒伸延，甚至不停聯想，因為咁樣只會令自己更加痛苦，更難走出困局當中。似乎唯一自我救贖嘅方法係盡快放低同忘記，從而投入正常生活當中。請了解嘅係，當大家繼續沉溺喺苦痛記憶之中時，我哋只係俾自己嘅情緒囚禁，實際上對自己根本毫無幫助。更加唔好因為人哋嘅過失而狠狠咁懲罰自己。請早日放低，盡快離苦得樂，先至係正確選擇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大家如果中意嘅話，唔該訂閱，俾個 like，同分享俾朋友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